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号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南韩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随即国会推翻国防部长失职，大大在野党联合发动总统的弹劾案。总统赖清德出访南太平洋，过境美国关岛，针对南韩的戒严风波开视讯会议，要求国安团队随时掌握。不过，总理动宪法硬要通过社会保障预算法案，引起反对派不满，但却落台已经通过。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南韩总统尹锡悦12月13日向公宣布戒严，国会推翻了后，6点钟了后，佮宣布佮戒严，提出戒严建议的国防部长已经失职落台。也伫南韩因国内6大在野党嘛联合向国会提出总统的弹劾案。这2点钟内倒尾投票。被争议性的6点半钟戒严了，南韩总统尹锡悦提出戒严令建议的国防部长家己请辞，将会由驻苏的阿拉伯大使退役的4000上将崔炳赫接替国防部长。不过争议也未煞，包括国会上大党共同民主党在内，6个在野党联合向国会提交弹劾案。 역사 속에 사라졌다고 생각했던 군사 반란, 내란의 순간이었습니다. 용서할 수도 없고 용서해서도 안 되고 용서받을 수도 없는 죄를 저질렀습니다. 弹劾案会伫72点钟久内，也就是8号进行表决。学者分析，伫咧无正当理由的情形宣布戒严，可能构成总统违宪。这肯定会真侪弹劾尹锡悦的理由，甚至也会提出看是不是有构成叛国罪。 국헌을 문란한다든가 이런 걸 폭동을 통해서 국헌을 문란하게 한다는 건데 국헌 문란이라는 건 이제 국가기관의 기능을 마비시킨다든가 하는 거기 때문에 요 내란죄에 해당되는지 여부는 좀 더 종합적으로 다 판단을 해서 그 해당된 여부를 살펴봐야 될 것이라고 봅니다. 根据南韩的宪法，总统弹劾案爱摕到国会310议员2/3以上，也就是至少200票才会到通过。在野党目前掌握192席。 结果摕到8位国民力量的议员歪向这边，才有法度达到200票。不过，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崔世安开闭门大会，决定反对弹劾加追诉尹锡悦立场，而且未参加弹劾案的表决，和弹劾案通过可能性降低。大声喊口号叫尹锡悦下台，并且该逮捕。崔世安有几落千人上街头示威。 虽然天气正冷，不过也是坚持。因讲尹锡悦行为是犯下重罪。 윤석열의 계엄령 선포 이후로 민주사회가 많이 퇴진되었다고 생각하고 민주사회가 다시 회복되기를 바라는 마음으로 이 자리에 왔습니다. 윤석열을 체포하러 가세요. 记者一直问讲，为什么不把尹锡悦抓起来，结束戒严任务？ 正伫咧特地的地将部队本来拢无反应，尾仔有一位士兵停来对着镜头一直行礼会师咧。有南韩的特约将领讲，尹锡悦宣布戒严，并无充分的甲军队讲具体任务内容，和士兵因面临着执行命令的伦理困境。我刚才尾仔因的行动正自我控制，正避免发生直接的冲突。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讲到这届南韩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引起百姓惊吓，国际关注。事实上，伫咧韩国伫6700年代嘛3不5时就宣布戒严，那亲像1980年代光州事件，都数百名民众不幸牺牲。 南韩总统尹锡悦这届戒严令虽然颁布甲解除拢真紧，不过嘛引起百姓对较早戒严的违权记忆。南韩顶一届戒严已经是40多年前，1979年，当时担任总统朴正熙被人暗杀了后，由国务总理崔奎夏发布，无偌久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夺权，引起全国工人学生串联示威。全斗焕1980年5月宣布扩大实施戒严，禁止所有政治活动。 广州示威的精神升悬，全斗焕调集大量军力前往当地展开血清镇压，造成几落百的示威人士死亡，还有人互人逮捕刑求，令人这的家属想到都心痛。 마음이 안 좋지. 아유 말도 못해. 피가 묻어갖고 얼굴을 못 알아보게 생긴 것도 있고.
南韩1948年成立以来，拢总16届戒严，其中12届是紧急戒严。头一任总统李承晚就捌用戒严来对付当时伫南韩境内共产党员，大规模逮捕，造成几落千人互人杀害。1950年至1953年韩战，政府嘛真侪届实施戒严，压制反政府活动。1972年10月，以政变夺权的朴正熙发布非常戒严令，当作酷权的手段，废止宪法，搁解散国会。1979年，互人暗杀进程，嘛捌真侪届用这种的手段来坚固政权。因为戒严的迄类史，互南韩慢慢走向民主政治。广州事件了后，政府伫1981年宣布解除戒严。 죽음으로 통해서 우리가 이렇게 또 자유롭게 살아가고 있지 않은지 좀 감사한 마음이 더 이렇게 많이 느껴지는 것 같아요. 南韩戒严的年代，伫即马的首尔，也就是当时叫汉城的街路，常常有战车、军队甲示威学生囡仔发生冲突。即届温室也向来戒严令，军队进入国会办公室的画面，若像国际新闻，搁互人直接想到较早。因为民主进程甲对自由的认知，所以国会快速启动弹劾，百姓上街头抗议，显示今仔日的实施戒严理由，若则无正当性，搁再爱互大家拢赞同，百姓袂甘愿照做。 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针对南韩的戒严风波，目前出访南太平洋访问友邦的赖总统，嘛伫咧关岛开视讯会议，感谢管团队即时掌握状况，第一时间就来报告。 赖清德详细听了管团队的会议报告，了解整体区域安全的情势，表示因为韩国伫咧地理甲政治上的特殊因素，要求管单位继续甲民主盟友国家密切联络，掌握各种状况，协调各单位爱随时做好准备。 讲到总统赖清德出访，昨是过境美国关岛，今日离开进程嘛，接受关岛总督邀请食早顿开会，是咱头一个去到总督官舍的台湾总统。另外，赖总统嘛去到关岛议会来拜访，议长代表就烧送友好国旗文，赖总统嘛表示感谢。 罕见伫咧非邦交国的场合走台湾的国歌，地点阁是伫咧美国关岛总督官舍，要款待出访回电过境的赖总统。 关岛总督官邸曾接待过多位美国总统，包括雷根、尼克森以及克林顿，还有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以及柴契尔夫人。而赖总统成为我国元首第一人。关岛头一位女总督古雷鲁对台湾态度真友善，致辞感谢台湾对关岛的投资，佮恢复直飞航班。望双方伫咧经济、医疗各领域加强合作。Today is not just a celebration of what we have achieved together, but a reaffirmation of our commitment to a shared future. Let us continue to build on the strong foundation of trust,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that defines our relationship. 关岛和台湾都位处印太第一岛链。 共同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我们应该要更紧密地站在一起，为印太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赖总统特别点出台湾甲关岛印太战略地位，因为关岛是美国伫咧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嘛香港是美军对抗中国威胁的上前线。 赖总统也踏进关岛议会殿堂，创下我国总统过境关岛的突破纪录，更是以行动凸显台湾与关岛的关系紧密友好。To mark this occasion. 议长送顶头有咱台湾国旗，各有关岛旗的礼物，而且马上议会通过欢迎赖总统到访的友好决议文。其实关岛的议会是已经连续4年通过友台决议。 包含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也有联合国气候变迁公约公约，嘛当年祝贺台湾的国庆。也那赖总统嘛，搁在把握过境的时间，和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强生讲电话。时间点是伫咧 Trump 胜选了后，特别引起关注。残日上宴请超过300位侨胞，赖总统快闪关岛过境不到24小时，力求在出访期间深化台美关系。以上是公视协配方俊怀在美国关岛的随行采访报道。 继续来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搁在审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草案，其中拿赢版本有讲到就任也未满1冬的，未使提案罢免，罢免票爱坐过当册当选票等等。不过，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是认为讲，目前的选罢法推行是并无问题。在正式质询进程，现场爆发冤家，
唔是咧当法案审查，是伫法院的时间分配对定数问题有不满。早上3颗，晚上4颗，变成早上4颗，晚上3颗，把立委当猴子耍哦。部分调查立委修正定期发言，就是因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切过各摆新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为了维护人民的罢免权以及兼顾公平性跟社会安定，并给予当选人适当的保障，希望能够罢免的票数能够比当选的票数多1票，不要让少数民意否决多数的民意。那为提案版本主张就职无满1年，免提起罢免，各前立罢免案的通过勘站，也就是罢免的同意票要超过被罢免前当初当选的得票数。不过，那立委立场有关是无同。如果我们现在改成前3日，那在3日前弄一些假讯息、假民调，你觉得选民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了解这个讯息是真的是假的吗？袂赴汤8回啦。对啊，时间太逼了。那为提案内容也有附缩短民调公布的时间，为3前10天改做3天，加调整验票标准，为得票数差距3%改做10%，就应申请中心算票，拢引起调查攻防。民众党也提案主张当选前无依法完成就职，9个保证金都未退行等等。我们认为现行的选罢法相关的规定呢，并没有自然难行之处所以按照限制来进行呢，并不会发生什么困难。中常会主委李进勇表示，即马法规无这片困难的所在，对选罢法安怎修法，也各界深深讨论。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讲，那立白3党无伤过大共识，通过可能性是无悬。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军公告的年改已经实施6档啊，立法院国民党团是有意要修法，目前有20个版本，其中有要求恢复军公告的年金，不过权术部是认为讲，那安尼做这退抚基金恐惊得提早4年至5年就用了，无建议修法。立法院民进党团提成功听这个审查的方法，国民党团是反击，提出停止提年金、讨回公道的牌下。军公告年改2018年修法通过了，已经实施6年。国民党纪律委立委甲党团提出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办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有20几个版本，要求停止个提军公告年改。国民党团总调卜群基亲自督军，民进党团总调黄国昌虽然无提案，依然到场关心。民进党团是用人海车轮战。目前现行的规定，已经退休的公务人员年金的所得代替率上悬75%，上加45%，每年减1.5%，连续10年每年减少，一直到所得代替率变做上悬60%，上加30%。而且年金甲在职人员薪水调整脱钩，国民党团提案甲年金重新对照在职人员薪水做调整，而且停止所得代替率一年比一年较少。我们的估算会造成基金用期的年限呢提早4到5年发生，那未来呢节省的经费的挹注呢将减少2800亿。因为现在整个是领的人比较多，交的人比较少，所以希望能够建立长久的制度来规划。是连结讲。伫即马35年年资的公务员，7成以上的退休金已经是现职的人的薪水8成。目前所得代替率已经自75%降到67.5%。若是停止调降，退抚基金恐会提早4年到5年用了。但是立委不满，批评政府提2600多亿，军公告敢若是被放杀同款。可你写犀利鼓，然后拍拍说我爱你，砍你10刀。然后说我是要保障你，不要忘了马英九时期124场的讨论会，蔡英文时期是25场的全国讨论。那现在2024的立法院，我们希望汇聚社会共识。民进党团是符合市政局的主张，在审查进前应该先召开公听会，认为军公告年改袂当阁行回头路。经民联也伫咧立法院头前抗议，反对年改倒退路。这个国家不是只有退休公务员，你眼中难道没有年轻人？罗中强表示，国民党的提案恐吓让少年人排除掉关税收给福利的国家财政，
各大贫富差距，那是军公校有特权，会伤害社会团结。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审查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民进党团是主张代理事件应该提出来另外处理，甚至是用专法来规范。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是反对，卫福部长邱泰源是强调，拆开的版本会等审评会议审议了后，上紧12月底提上行政院。反对子宫标价，女人不能租借。在外的妇女团体代表初5早起聚集伫立法院的大门口，抗议立法院伫无社会共识，都强强审查代理孕标法案。若通过，恐惊会致使女性的子宫商品化，搁互经济弱势的女性变作剥削对象。女性的子宫在这其中被视为生产的工具，代孕者要成为廉价的生产线的工人，这种制度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什么对女性的解放，而是对女性生殖能力赤裸裸的剥削。立法院场外抗议的声音不断，场内嘛闹热滚滚。维权委员会当地审议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条约立委拢总提出16个版本，其中5个提案包括代理孕标相关条文。民进党立委要求把代理孕标另外分开，另外立专法来规范。不过在野党立委是要求卫福部长邱泰源应该爱为政策大转弯公开回释的。不应该直接就跟这个人工生殖法绑在一起，这不是一条法条、2条法条、3条法条这么简单就可以约束和规范的。你是卫福部部长还是民进党的应声虫？你这样失信于民，部长你回答。我们一直努力在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你不爱回答我。因为卫福部今年5月已购修订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甲适用的对象由即卖的不孕症阿某扩展到同性配偶、未婚单身女性，也甲代理孕标3大族群。不过刷起哦，妇孺团体反对，初二国改讲要甲2个分开处理。对这件代志，邱泰源是讲。独立的版本已经伫行行政程序，经过性评会审理了后，一定12月底送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海巡宜兰查缉队最近去渔民指控讲，伫咧南航澳渔港无提搜索票，就硬要就船去抄，未事实讨回。不过宜兰查缉队是表示，是因为怀疑渔船有违法行为，要就船检查，是拢有经过船长的同意，已经透过渔会来沟通。化解误会。海巡要给你船长检查，宜兰南方澳的渔民正不满，因为渔民认为这几天海巡无提搜索票，中去伫船长检查4遍，不过拢无抄到什么货，真生气佫无奈。真无奈，渔民拄着安尼代志。哎呀，因为我困了几啊天啊你。所以心灵保护，和海巡人员怀疑，敢若是有搬不法的物件，所以要去船长搜查。不过渔民对连续强行去伫船长检查正不满，讲海巡安尼袂输敢若讨匪咧。这就安尼讲强行就对船来讲检查，就敢若像讨匪啊。有啥问题？我嘛拄啊配合你。因为渔民认为因有针对性，所以海巡去伫检查时阵，有甲渔民一直沟通，也将渔会协调化解误会。那本案因新船长认本队对该船有针对性，请苏澳区渔会陈总干事出面主持公道，经3方协调沟通。气氛上升融洽。对渔民的不满，海巡讲，新宁坡渔船入港了，敢若是有不法的动态，因为时间正赶，经过船长同意，依法去伫船顶检查，并无查到不法。后晝也补送搜查报告予地检署，甲渔民之间的误会已经化解。记者综合报道。也伫咧高雄演奏，是有民众半暝无聊，去到某一间的大学门口，就是讲这路口翕相是咧掠超速的，就用走的对头前甲走过去看卖，结果佫真正有翕到。这警方是表示讲，迄台唔来掠超速，无论是人甲车，从红灯共款的掠，依法上班，爱罚500。少年仔趁半暝马路无人向路口冲去，过停止线了后，违规翕相机闪光翕相。事发伫高雄燕巢深中路段的路口，民众当作路口装的是测速翕相，就想要用走的测看卖，行为互附近大学的学生摇头。太危险了，毕竟他是在大马路嘛，然后晚上可能很多这附近都是学生啊，可能会超速啊，经常做这些
举动啊，他只是为了想要蹭流量。民众行为已经违法，但有学生表示，家己行伫路口附近的时阵，嘛捌互翕相。之前就是我吃饭的时候走过去，然后他就拍了一下。好字条顶悬装感应雷达，警方表示路口装的是测速兼冲红灯翕相，会闪光翕相是因为迄当时路口是红灯，民众冲过停止线的行为，红绿灯是冲红灯。警方将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并分别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第1项第1款及第4款自单举发，共计处新台币1000元罚款。显然，不管是伫马路顶悬耍，还是冲红灯，拢违反道交条例，各罚500块。民众半暝无聊想要用违规翕相切走的速度，等到互翕到冲红灯的证据，这些真正是损失大。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劳动部北分署的霸凌事件继续咧滚价，有真侪公务人员拢跳出来讲，家己捌受到工课场的霸凌。这民众党团是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有超过87%的民众支持，甲这公务人员列入去这职业安全卫生法内底。马后有新就任的劳动部长就爱来重视。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我们会推翻或与否，因为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希望能够去做到底。这一位轻生的无薪公务员到底他经历了什么？劳动部长洪胜汉初时头一届到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备询，民众党团隔当天就随开记者会，要求劳动部长要赶紧公布霸凌的中期报告调查结果。民众党团嘛做一份民调，显示有超过60%的民众不满劳动部第一届提出的霸凌案调查报告。调查嘛显示有超过8%的民众认为公务员应该纳入治安法，嘛有超过7%的民众支持要开放警察、消防人员、公务员做工会。现在的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还记不记得自己过去的主张跟诉求？支持他们组工会。你现在有机会当上了劳动部部长以后，实现你的理想了。劳动部长洪胜汉初时伫维权委员会时，有答应讲伊要做调责任，重新启动劳动部北分署霸凌案件的调查，而且报告会伫后礼拜公布，嘛对这份报告负责任。另外，洪胜汉表示，自从有申诉管道了后，有真侪劳动部的同仁传讯息甲申诉，伊承诺会重视每一位基层的心声，绝对袂暗砍高站。记者陈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卫生部先是提出24亿的气科医生偏向计划，后续佮继续发布医师法施行细则的修正案，加入国外学历的采用原则，调整课程的认定标准。医界团体就搁再抗议，认为讲这根本是要放任予国外学生返来台湾考试的标准，还好政府爱检讨修正，维护台湾的医疗品质。医师法施行细则大开国后门。民众病人团结自救，民众病人团结自救。气科团体联合西医甲中医团体同齐呼吁卫福部应该爱重新修正11月25公布的医师法施行细则的修正案。气科团体伫11月24调集医生甲民众上街仔路抗议，要求卫福部检讨24亿气科医生偏向计划。虽然政府有讲会重新检讨，不过卫福部伫隔天11月25公告医师法施行细则的修正案。基层气科医师协会表示，新的修正条文等于是放宽国外学历的采认原则。他把学校认可的部分，除了教育部认可之外，还开放给国外的一些认证机构，只要他们认可就好。在第13条的不采认方式里面，所谓的远距教学，它居然后面放宽，只要有特殊原因，就可以放宽国外学历。可以开放线上课程。气科医生团体表示，政府讲要严格规范国外医生学历，决定到学历甲实习的认定更较灵。地方气科工会也强调，目前台湾的气科人力已经上过济，政府应该要针对气科医师的品质甲数量提出长期的规划，想办法用目前的人力来解决增加医疗资源无够的问题。应该要再建立更长期的诱因而不是这种短期的快闪公费医来吸引我们这些都会区优秀的医生能够真正的前往偏乡服务其他医生团体也强调，医师法细则的修正唔但影响气科医生尔，也关系到规个台湾的医疗品质。医生团体表示，人民的健康是国家重要的基础，呼吁政府要严格限制国外医生学历返来台湾考国家考试的资格。记
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国科会中科管理局为着要协助台积电厂区的扩大，征收中科2期的用地。今有地主出面抗议讲，指控讲这土地刚划入去了后，这开的价数所无到行情的一半。中科管理局嘛表示，一切是依法行政，会继续来沟通。 70公尺长的抗议布条，就挂伫咧台中市东大路加中科路口，控诉中科管理局削价强征民地。两位地主5号召开记者会，批评中科扩建2期计划，政府已比市场行情更加低，每一坪8万块来收购因的土地。那差很多了，现在周围的市价有那个成交价都10几万啊。对啊，他们要用8万多把我们征收，我们怎么可以同意？ 老先生1400多坪土地就伫咧东大路甲中科路口，伊批评同款是都市计划区农业区，市政府拍通工程所征收的农地，协议价讲每一坪会使达到34.1万块，找估价师评估家己的土地应该有每一坪15万的水准。另外一位地主偌小只的3400坪的土地，8年前就以每一坪9.5万块买来做大型车辆的停车场，不满即马向以歹价强行征收。 我们的土地非常有价值，在林东大陆。那当初105年的时候，我们用市价9万5，也有实价登录去购买这块土地，讲不出话，真的是很难形容，这是我们的心情啊。公务机关我们必须要依法行政，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依照每一个地主的期望，所以这中间产生的落差，我想是各自的认知的不同。我们也跟他们坦白的讲，说你们这个价格，我们可以在往上调整的空间多少？那 他们的要求的期待跟我们目前还有一个落差。中科管理局强调，2笔土地拢有请2间估价师事务所估价，用着处理过程一切依法行政。目前协议架构阶段已经处掉预定地95%的土地，会持续跟2位地主来沟通。公告征收期间，地主会使向台中市府提出异议。不过，若是双方犹原有意见，14号公告期满了后，就会强制征收。记者台中报道。 为了要保护影视人员的劳动权，替业界争取友善的工作环境，看党派立委组成国会影视工作促进会，希望对政策来落手，来保护相关工作者的工作安全。 我们这个行业哦，没有畜生，没有男生，没有女生，只有畜生哦。你要接受的话，你就可以进来。资深艺人工作影视工作，真侪人无日无眠，忍受身心的疲劳，敢若会赚一份薪水。因为电视电影拍片期间，剧组人员无眠无日咧拍戏，也引起影视工作者平均一工时伤过长，是不是保险者的劳权问题？影视产业这一块。 其实应该说，整个商业在台湾的这个商业模式跟回收啦各方面，其实都不尽人意。它的回收变得相当困难的时候，票房没有办法如预期的时候，它很多的东西会变成被压缩。演艺工会艺人最多嘛，那我们需要的就是人才最多，我们需要的是。 他有人才，可是你要有舞台给他表演啊！所以不光是资深艺人，我们老中青太多了，所以我希望的是都让他们派得上用场。尤其演影师黄碧雄2年前因为伫新街口拍片意外过身，虽然事后得到金钟奖特别贡献奖，佫引起大家关心拍戏现场的工安问题。 为保障影视人员劳权，甲为劳动请艺人争取更较友善的工作职场，跨党派立委发起国会影视工作促进会。辅导金过去在给的过程中，对于这家公司过去的财务啊什么的状况，也许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列入说，这家公司我们政府要给他辅导金，那过去在这个劳安方面啊或什么各方面我们做得不错。 为兼顾产业的特殊性，包含文化部甲劳动部，拢认同应该为政策面、制度面来进行改善。促进会是强调，希望为不实保障的角度，包含责任制、工时制这部分，改善影视人士的工作环境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2020年，香港47人案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了后头一批，互人指控讲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顶个月，其中的45人互法院来判刑。有海外的香港人士因为不满即马互中国控制香港，互调海内外有志来成立香港议会，按算透过网络办理选举，选出下到自由香港宣言的人选，来组成新的香港议会。
香港头一件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香港47人案，顶个月有45个人被判刑，上当判关10年。有点伫海外香港人对统治香港的中共政权感觉失望，号召成立香港议会，安算透过网络，伫明年举办头一届选举，选出符合因自由香港宣言的人选。大家就记得法国有革命啊，美国有独立，他在他们行动之前要有个宣言。我们这个宣言将来就是我们的宪法里边的纲领，大家志同道合的人来参加这个选举，就把这个议员选出来。现行香港有立法权力的机关是香港立法会，香港议会委员会希望独立伫立法会之外，家己举办选举，号召海内外的香港人投票，选出新的香港议会。香港议会执委会2022年伫加拿大成立，拜时到台湾举办记者会，联电创办人周兴成也到场支持。所有的人他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主权，那么要怎么样掌握主权呢？他应该先有议会的组织。中共他不可能一直这种专制、集权、侵犯人权、不遵守国际秩序。这么一个政权能够永远延续下去，那不可能的。香港议会执委会按算伫明年1月开放提名候选人的人选，2月办辩论会，投票日办第3月。发起人希望透过网络平台，组织海内外的香港人，形成民意、产生制衡的力量，来维护香港的自由民主。记者郭文佑开台北报道。法国的新总理巴尼耶为着要推动社会保障预算法案，引用宪法要先过国会投票，强势过关，引起反对派不满，发动弹劾，最后是以331票通过，就任才拄才3个月，嘛正做是法国史上任期上短总理。Majorité requise pour l'adoption de la motion de censure 288, pour l'adoption 331. 法国国会下议院各名议会随时左右翼联合，用超过动议所需要的绝对多数，也就是289票通过无信任动议。因为法国总理巴尼耶随日闪过国会共通过一项社会保障预算法案。Le chaos est déjà là. Il est politique, économique et social. Ce n'est pas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que nous voulons qui explique les chiffres catastrophiques du déficit, les plans de licenciement massifs, le chômage qui remonte, l'incapacité à faire face aux besoins en matière d'investissement écologique. 巴尼耶政府随日决定动用宪法第49.3条，将推送社会保障预算法案。这条宪法准政府在无经过投票的情形下推送政府预算案通过，不过安尼之所也可能会引起触发无信任投票停事。议员会当在24点钟久内提无信任动议，在48点钟久内投票。Ce budget ne s'attaque pas seulement à la France, il prend en otage les Français, et singulièrement les plus vulnérables, les retraités modestes, les personnes malades, les travailleurs pauvres. Les Français considérés comme trop riches pour être aidés, mais pas assez pauvres pour échapper au matraquage fiscal. 法国这几年因为税收比预期较低，支出又搁超过标准，造成公共财政快速恶化。巴尼耶伫咧2025年的预算案内面，用加税、减少支出等措施来控制财政赤字，引起不满。巴尼耶这边被弹劾。是伫1962年戴高乐做总统的时阵，迄当阵的总理庞毕杜被弹劾了，搁再一遍发生。巴尼耶今年9月才上任，甲当才3个月，互伊成为史上上短任期的总理。路透社报道，马克宏希望伫咧催促巴黎圣母院重新启用仪式进程，赶紧任命新总理。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美国上大间的医疗保险公司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执行长汤普森，昨伫纽约的饭店外口，互人枪杀死亡。警方目前也当咧抓人。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执行长50岁汤普森，随时早起7点，伫纽约市曼哈顿中城的希尔顿饭店外口，互人枪杀。It's a loud bang. You got long hallway-looking streets. You hear it. It's like an echo. 警方讲，嫌犯比汤普森早5分钟到饭店，对伊后壁开枪，几分钟了就接到报案。汤普森脚只边甲正脚着枪，不幸死亡。It appears the suspect was lying in wait for several minutes, and as the victim was walking to the conference hotel, the suspect approached from behind and fired several rounds.
striking the victim at least once in the back and at least once in the right calf. The suspect fled, first on foot, then on an e-bike. 嫌犯太人迄当阵穿深色的衫、派朴色的底仔，面下半部弯起来。警方开始抓人，对监视器追查伊的行踪，依照的脚踏车有 GPS 定位。To be a brazen, targeted attack. Thi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random act of violence. BBC 报道，汤姆森担任执行长的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是全美国上大医疗保险公司之一。属于联合健康集团，规模正大，有医疗团、安宁照护网络，也有手术中心，并且甲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也有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id 合作甲正密。因公司常常互人指控，故在支付有效的医疗照护费用。伫某一寡州也有官司，监管机关也该告，认为因伫相关产业的控制力伤大。今年初也可因为被骇客攻击，全国各地医疗机构财务被破坏，更加引起大家的愤怒。不过，这款证据敢若对因公司业务无啥影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来看台南后壁下甲东泰安宫真重庙，其中的元帅庙自1967年定建到今已经57年啊。庙方管理会是以安全来做理由提出要搁重启，不过引起部分的信徒不满，提报登录做历史建筑。庙方是按算搁要提出行政救济。文资处表示，会先辅导庙方提出补强计划。1967年改建的下家东城中庙到今已经有57年的历史。虽然讲规间庙真高雅，不过厝顶整连排气，庙内漏水严重，年钱冤巧，甚至连涂骹嘛因为进前地动来避开。为了安全，庙方想要重启，不过却因为元帅庙登录做历史建筑来无进展。啊，较早起的拢简单啦，乡客来，你敢知落雨来拢地雨，大家拢厝倒有人厝倒呢。将这安全甲体伫边啊，哦，啊，敢若一直咧强调讲，这大师级的创作，哦，爱保留。这屋檐下榻啦、地平龟裂、甲物件损坏的情形，必损非常严重。这拄着强震，哦，随时有倒塌的疑虑。庙方真生气，提出土木技术工会鉴定的报告，结论是讲建议拆掉重启，唔知影是安怎文物比人命更较重要。事实上，文资处家登录做历史建筑的关键，主要就是元帅庙是做大目的传统技术保存者。文化部指定的林间国宝柯汉丁所打造，特别的所在，伫咧用蓝马孔风贴倒来呈现大目的面貌。当代一个相当技艺不错的一个艺师们的一个作品的汇聚的地方，屋面坍陷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文资处会辅导来庙方来做紧急的一个加固的一个处理。那对于整体的安全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边也会辅导庙方来做一个结构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出品的一个工作。那大家希望能够一起来共同来保有我们后壁这项的一个文化资产。文资处表示，讲目前先辅导庙方提出补强的计划，政府会补助工程的经费，不过庙方是按算提出行政救济，嘛有可能来抗议，希望甲决议撤销。记者台南报道。再来看云林县政府征收斗六警察局旧宿舍3号甲5号有编2000万的经费，要扩大目前的云中街文创住路，提供青年人来创业，嘛希望会当带动斗内员工按说每年底地当员工。斗六云中街警察局旧宿舍群是伫斗六旧城市核心地区，也是日本时期官舍的建筑。不管是空间的规模、形式，也是机能等等，拢呈现当年日本式的典型宿舍。云林县政府2014年登录做历史建筑，今麦搁再甲其中2栋活化改造。整个云中街的这个文创聚落就会完整跟完善，那贯穿到我们这个就是太平老街，再到我们的行旗纪念馆这边，会形成一个最完整的斗六旧城的一个文化观光的一个廊带。文管处表示，这搭宿舍群有部分伫10月中进行活化改造，而且伫2016年规划做文创园区，即卖以云中街文创住乐做员工营运的品牌。即摆编2000万的经费，要甲另外2栋活化，互文创住乐会当更较完整。
旧式的一个日式建筑变成一个文创的一个市集、一个中心，那是未来是我们斗六人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期待。那也期待了整体的规划之后，在整个停车的部分跟我们的公共设施的部分能够再加强。文管处也讲，这个自乐离斗六火车头也有西市场是真近。等待旧宿舍明年底修复完工了后，会延续文中街的品牌，扩大文创自乐，让少年头家会当进驻。佮再配合启动整体景观的规划设计，增加停车空间，省佮较侪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倒溪山区有2只乌熊，因为中着旱灾来受伤，其中一只佫冲入去鸡条偷食鸡案底。即摆这2只乌熊是经过照顾甲训练了后，也放身躯顶拢有装一粒卫星追踪器，随时会当记录着因的行动。这只倒后脚已经记掉的乌熊，都是去年7月受伤救援，11月野放山内，4个月后，搁伫今年3月掉伫陷阱的熊工打鼓阿里。伊伫野湾救伤中心经过8个月照顾，加野训了后状况良好。另外一只熊工是今年伫倒溪乡石边部落，食400多只鸡仔的阿里曼西肯，专家评估这2只拢会当野放。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放？是因为熊在这个时间它有渡冬的行为，所以它反而是会走到偏离部落、进到深山的地方去冬眠。它们在这个时间的体重刚好就是可以渡冬的那个体型跟体重。不过乌熊放登去山内，嘛互部分部落族人提出疑问，包括唔敢去农地工作，也有是毋是会当刷去其他所在野放顶。林保署特别召开说明会，讲已经对乌熊做负面的制约，嘛增设卫星发布器监视行踪。给他负面制约，就是希望他不会再滋扰。第二次我们也希望说，因为有警捐，这个警捐的效能大概有2年以上所以在这2年，我们一定会尽全力让他不要靠近部落。林保署嘛建议演鸡场饲主甲饲料甲喷修的好，避免声熊搁再挖进。另外，嘛会伫部落架设通电围篱啊 ，AI 自动监控警报系统等，降低人甲熊接触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当天生啊是保育类动物高面鹰的生态期，所有民众为着要翕高面鹰照顾幼囝的画面，都用手电啊甲照甲乱。这林业署甲伊分署青衫就伫咧现场掠着个，扰乱高面鹰的民众嘛照违反野保法来上班。受于适合一透早用野肉夹物件甲饲，使用的高面鹰活动力阁袂歹，因正入面互声翕的人员用真强的光甲照。林业署烦恼因健康受影响，甲因送去野生动物急救站。先前有收获民众的举报，在台南归仁区沙仑农场以及2人溪流域，分别都有民众骚扰嘲笑的情形。那昨天夜间，我们在这一次的联合查缉行动中，查到了6位的行为人。幼鸟啊，红镜甲刺过来，手边仔的草看起来有风清过。林业署家己分署环保7大队，早餐半暝到台南的沙仑农场查缉，发现声翕的人员用真强的光线来干扰高面鹰生团，照野保法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变扣6万到30万的罚金。幼鸟半暝和兄弟姊妹做伙在练大石啦。高面鹰是伫要绝种的猛禽，主要是分布伫台南新化和高雄基山这地区，是台湾唯一一个会伫涂骹做寿的鸟头鸟，全台估计敢若500只尔。反倒高面鹰防惊扰，保育人士对生态地位一直无愿意讲，但几当前沙仑农场因为科学城的开发案洪灾，竟然变做唔加人数的声翕地点。围在那个地方，青鸟它即使捕捉到老鼠，它也不敢下来喂。我们就有耳闻，有几个巢位因为这样子就繁殖失败。长时间这样拍照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永久性的伤害，生存甚至是觅食就会受到影响。声翕有可能会危害鸟类的健康，造成生态失败。学会呼吁民众莫为着要点还是练翕去惊扰鸟啊，留互这伫要无去的物种生存的空间。希望政府加强管制来阻挡声翕的歪风。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有真侪少年人拢想要对网络得到温暖、得到安慰，毋过嘛可能造成心理上的负担。反正讲会无人施展，甚至是拄到网络霸凌等等的问题。有心理师就提醒讲，要减少物质上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离开家的社群媒体，注重家庭甲朋友之间实际互动。
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为着要交朋友，甲心情放轻松，毋过煞嘛造成青少年会开始烦恼无人甲伊饲赞，朋友出门煞无来相招，也是惊有人伫网络顶悬讲家己的歹话。根据联合联名的调查发现，有83%的青少年捌出现社群焦虑的状况。即甲即个世代自细汉就开始长时间使用社群，接触网络世界有关系。很多孩子都自称，他们大概10岁就可以拥有手机，11岁起他们就开始创社群的账号。那平均每个人都有3.5个左右的平台账号，同时每周上网时数超过35个小时。资深心理师表示，伊直直接触到有社群焦虑的青少年，上重要就是爱去了解因背后的心理状况。资深心理师嘛讲，要减少社群焦虑的方式，就是直接离开社群。方式真简单，不过要做真困难，需要家长的协助。上好是让囡仔使用社群的年纪愈晚愈好。嘛表示真侪囡仔会想要伫社群得到温暖，代表因真需要家长、朋友也是老师的关心。一方面是我们会希望孩子少用，然后或者限制他用，这个很快。但是背后的心理议题他还是要处理。如果还没有处理好的话，他还是会回到社群媒体去取暖，因为回到社群媒体，他也是很快的方式。教育部嘛表示，因当咧收集国际上使用手机的校园规则，整理了后，就加入各中各校所谓教学指引，引带学校斗阵预防学生掉入网络世界。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世界棒垒球总会上新的排名，台湾是因为摕到世界12强的冠军，排名是世界第2。为了培养新一代球员，有运动牌组是特别举办青棒精英训练营，请王建民、郑宗铁加陈碧玉来做教练，传承经验。现在是跑很快的打者哦，快！一垒也是二垒有人。对投手来的滚地球要安怎守备？青棒精英训练营的投手爱接受教练王建民、陈碧玉的考验。我相信他们在母队一定是都训练很多嘛，然后可能枯燥乏味的练习，然后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所以跟投手间这边讨论，就是希望在这里可以让他们开心，然后也是带一些专业的东西给他们。透过竞赛甲实践的体验，让投手掌握守备的观念，而且王建民阁一位一位甲投手的动作。你要怎么踩往人家过去，力量让他往斜下冲？我觉得他在投球上的那个感觉就是比较好，然后加上他教的东西也是非常多。享受当下吧，因为就才一次而已。所以就把握这个机会。伫美职海盗队小联盟系统打拼的陈碧玉讲，2016年到2019年连续4年，伊拢是训练营的选手。今年正做教练，对伊来讲嘛是一种激励。我知道来这里的球员很有机会，毕业之后都可以成为职业球员，所以希望把我中间学到的东西，然后分享给他们，让他们之后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有办法自己解决。台湾摕到世界12强的冠军，陈碧玉讲真欢喜嘛真感动，也让全世界知影台湾的棒球真厉害。面对明年2月经典赛的资格赛，目前无确定的因素也阁有真多，就是甲家己准备好，若准正式有需要，就会尽一份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海淀国小的小台港社团今年校热是带学生甲家长对玉山国家公园行到嘉南大圳，拢从80公里4天3夜沿路学习，甲看到甲学到的物件拢记落来，早回去学校甲同学来分享。一个囡仔家长叫老师欢欢喜喜咧行这条山海圳国家绿道，因是台南海淀国小小台港的师生，伫校热用4天3夜时间，对海拔2600公尺踏车，一路行到嘉南大圳，完成这80公里的圣山之路。因哪行哪学习，兼做落实调查。过程中慢慢行到姊妹校来去国小，体验祖族社前的传统文化。今摆学生透过布丁的方式来参全校分享。我有看到黑熊的脚印，还有地质，我觉得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其实是还蛮辛苦，但是只要
大家一起走，就是不会那么累。在策展中的那个历程的展现，可以看出他们的学习已经是深植在他们的心中了。这个展览对平面到立体，学生甲这段路程常在看到的昆南树甲白山，用艺术来做呈现，把播送同时因收集落来的声音，要互人有浸水式的体验。昆南树就是咱即马冰河时期的绝育植物，较难得就叫囡仔来下只植物转来，咱下只植物转来，佫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讲咱要转来要这个展览。故事展会当讲，互海淀国小2000外的囡仔会当讲来了解，这个是咱国家立德的精神，就是毋茫大家拢是一个异行者，咱来行这条路来提倡保育环境、守护河川，会当来听通咱的故乡。这段圣山之路有难得有高得有大准，计共80公里，嘛通互学生学到艰苦头、过活尾的精神。台南社大大港分校执行长认为，囡仔用实际行动行这片土地是上好的本土教育。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讲到咱文化部到今已经举办过几啊场国家语言发展会议来讨论台语政策的推动状况。不过嘛有真侪台语团体也是认为讲，即马政策的推动实在是无够力，所以决定伫咧12月之前要办一个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邀请中央部会来参加，嘛会开放民众来报名，和大家来交换意见。今年7月到10月，由文化部、全民会、客委会等等单位举办的国家语言发展会议，讨论国家语言发展法施行了后，国家语言的发展状况。因为台语无中央层级的主管机关，一个台语团体认为，会议对台语议题的讨论深度无够，决定要伫12月之前，由民间团体合作举办头一届的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但是咱台语就是架伫文化部的一个科。一个科内面啊，几个人安尼，你讲人嘛无够，这资源拢无够，这过去咱就是一直讲想要来反省这件代志，想要检讨。政府伊可能想要做嘛，唔知要安怎起头嘛吼。民团表示，台语目前欠缺中央主管机关，好像关注民语有原民会，客语有客委会。这届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的主办团体之一，台湾台语路协会指出，因长期争取全台语教学的台语学校，通维持台语家庭囡仔的语言环境，但是因为无下部会资源来整体支持，是真扼杀。亲像文化部因已经开始有注意到这点，有这个台语家庭的相关政策送出来，但是咧教育部这边放伫咧台语的资源也是足少的，咱若是无用台语来做教学语言的学校，安尼这个语言就是伊是无可能有的活啦。除了台语囡仔的教育问题，会议也会针对台语转型正义、台语教育检讨这块面向来检讨现行的台语政策。民间团体会邀请文化部、教育部等等中央部会参与，也开放民众报名参加，按生拜五开放报名。因希望这个活动通成做民间甲政府之间交流台语政策想法的平台。记者李淑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甲明仔载2天，这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会小可凉冷，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南部温差会真大。暗时到明仔载，这水汽会增加，基隆北海岸甲东北部甲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雨。下晡晡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9度到23度。中部地区19度到27度，南部地区21度到29度，东部地区19度到25度，华岛地区17度到23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